前兩日處理好嘅蘑菇急凍咗，今日攞返出嚟。今次用呢一份切割嘅，輕輕一托攞返出嚟，將佢解凍返。今次我用佢嚟炒洋葱同埋牛肉。牛肉切片之後，用一啲基本醃料醃一醃佢，包括豉油、蠔油、糖同埋少少粟粉。啲蘑菇解凍之後有少少水，呢啲水都係因為結冰之後解凍出嚟嘅，所以用個筲箕將佢擎一擎水，用少少油將啲牛肉兩邊煎香佢，煎到八成熟就將佢出鍋備用。跟住就到炒香啲洋葱啦，炒到啱自己嘅生熟度，又可以出鍋備用。用少少蒜頭同埋乾葱頭嚟到起鑊，加入已經解凍嘅蘑菇，將佢用大火嚟到翻炒。你睇，真係完全冇水飆出嚟㗎。炒幾下你就會聞到好香嘅蘑菇味，因為之前已經將蘑菇裏面嘅水分逼咗出嚟，所以而家炒起上嚟就有好香嘅菇味。炒香之後，將啲洋葱同埋牛肉分別回鑊，再用自己鍾意嘅醬料嚟到調味，較啱自己嘅味道，翻炒均勻就可以出鍋上碟啦。經過呢2日嘅試驗，證明我朋友教我嘅方法真係可行㗎。詳情可以參考翻右下角嘅呢一個視頻。日後見到又平又靚嘅菇菌，就可以買返嚟一次過將佢處理好啦。